我们在1分钟就开始了哈，1分钟。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哈。我们这个课程是第3次了哈。好，这是文化篇的第3篇哈，但是我大概有不一定是哪一个方言的哈，我们就翻哈。其实也不需要分方言的哈。你翻得出来是阿妹就好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哈，早期部落的名称，住在那里的人，以及他们所说的语言是同一个名称。好，我们这边有秀兰、千代还有红爱哈。好，我们3个哈。来，我们先翻哈。好，不论你是用哪一个方言都没有关系哈。那我比较弱的单词大概是南式了，南式的单词确实是差比较多啊。好，部落部落的名称啊，刚刚弄念了，早期看早期要怎么说哈。住在那里的人以及他们所说的语言哈，所以按照这里来讲哈，这个是主要的动词是。那当然这边的动词是住哈，住在住在所说的所说的所说的啊，那再看看你怎么翻了哈，可以整合了哈，整合也可以分开哈。那我这边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希望动词一定不要错了哈。动词在我们阿美语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动词。然后呢，主词谁住在那里谁在说是什么东西这个重点就在这边哈。谁住在那里他们说什么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概念。Rumah kaku tam sao 这句话的否定句怎么说呢？那个秋梅，嗨，你的麦克风关掉哈。好好。那我们后面会有那个部落的名称其实也不是部落，而是嗯，它算是
方言的称谓了哈，比如说法兰奥啊、巴厘岛啊、秀姑峦哈、海岸，大概已经不是单纯是部落的名称了。那没关系，我们就按照字去翻就好了哈。我们先不用去管他说的对不对哈，因为有些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尽量按照文字去翻就好了。啊，如果你写好了，告诉我一下哈，那我就可以马上来讨论哈。这个句子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那单词应该我们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可以分段，也可以分子句，或者是整合成一句，也都没有问题哈。就是我们翻译的这个重点还是在这个乌哦姑奴都的应用哈，这是格位标记的应用。这个格位牵扯到它后面接什么，前面接什么。那乌姑都奴这个是我把它称为是格位词了哈，格位词。好，我现在翻好，是哎，请说。我的解读是，如果是中文的意思是早期部落的名称，无论住在哪里的人，我会讲。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把中文想成是你要说的中文，哈，因为我们是当然以我们的认知为主了哈，认知为主。一定要会好，再可以。一抓抓爱多，一抓抓爱多，一抓抓少一个 a 哈。哦，好。一抓抓爱多个干嘛咯 a，马来西亚多个安安诺鸟咯多说能了啊，基本上这个没有问题了哈。所以你的这个主词是这个孤居住哈。那这边呢，名字名字是主词哈，部落的这个名称哈。好，理论上这个早期部落的名称，这边这个点哈是可以连贯的，就是你怎么去连贯哈，就是可以不需要这个，然后要加什么词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哈。也就是说，你怎么去整合这个整个句子哈？那好，在哪里哈？所以所以你的住就是主词没有问题，干嘛都按哈在，所以你的这个动词是这个在哈，在，好，基本这个在就在这里，哎，这个在就是在这里哈，好，在哪里一抓抓爱懂哈，好，那一样哈，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公安案哈，名称是一样的，哈，名称是一样的，所以按照你的这个名属于部落的名称和语言，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好，所以如果你这个我现在要吹毛求疵哈，是那个是你要放哪里？是这里没有是，
乌马拉兹扎亚都，对对，一定要加哈，一定要加乌啊，因为这是个关键词啊，有没有？好，当然你把它整合这样，话啦、语言部落的名称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啊，你的是乌马拉兹扎亚都公安安努鸟了啊，都说了能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加乌哈。当然马拉兹扎亚也不是不行，但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讲的，因为这边真正的动词是什么？乌啊，是啊，有没有？哦，是是是哦，是，哈，所以这边你看书二里有嘛，语言对不对？好，语言有啊在就是一，是不是？你注意在哪里啊？然后一个，你看马拉兹在是一个嘛，一样嘛，哈，是不是？所以这边的主要的动词是乌跟这个在呀，有没有？在，好，OK，没问题哈。老师，我的那个干嘛洛要加按吗？理论上伽马勒应该是可以啦，可是哈，比较容易受到它有点是祈求的那个话，伽马勒有没有？所以最好是把它变成名词性的干嘛洛按？啊，伽马勒按，好，伽马勒按是更好了哈。哦，谢谢。那基本上嘎的话，它在这个咕的后面嘎的话，基本上它是名词了，是不会有问题。但是伽马路岸更好嘛，哈，伽马路岸的话，它那个岸的表示地点嘛，住的地点嘛，哈，会更好哈。所以你这边呢，你看到就是你这个就是说哈，按照格位标记的话，这个度是什么？这个度，你抓爱度，你抓爱度，那个度是什么？语气肯定语气，哎，不对，度是热，是不是？哎，是不是？所以它不是那个受格标记，对不对？不是，对，不是受所以包括这个马拉兹扎亚度，这个度也不是受格标记，也就是我讲的，我强调的就是乌咕多努啊，有没有？它是一个格位标记，表示它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咕的话表示后面是主词，都的话后面表示是受词，努的话表示属于邻属属于，对不对？乌就是前面的开头，所以乌咕嘟努。好，那这四个就是，如果不是这四个的话，你一定要连在一起，也就是都这个度一抓爱度马拉兹在度，基本上它可以说叫完成嘛，对不对？哦，这是我们的痛苦点的机器。我们如果考啊，试会被扣分哦，这个不是后缀，所以不能把它立定，才能读书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说就是我的教导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考试呢，你就是先这样去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好，明那白。我现在被人家骂，也都是骂这些问题了，因为我跟别人教的不一样，但是我无所谓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的语言，它的词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对词的概念很弱，因为我们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我们没有合成词啊。可是很多人在大学教说合成词，那是错误啊，很大的错误，真的。当然，如果是白浪在教，我无所谓了，因为他是白浪嘛。可是我们阿美族也跟着教，那就完蛋了，真的。我们没有合成词，我们是词缀，词加词缀。所以那个都是什么？它是后词缀啊，它是热啊，或者是的。好，题外话了哈。谢谢老师，理解。好，所以也有人讲说我这样的教导是会影响考试的学生呢。那所以我这边呢主要是做研究哈，以研究为主哈，以研究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词、我们的记法结构哈。好，以阿要我马拉的扎带ngangan ko ngangan nyaro tidak ai atam sao atau suara nang la tidak ai 好，以阿要在早期哈，
以阿咬或者是以是阿咬，哈，那个苏贤不能讲话哈，啊，没关系哈。以如果是我的哈，以阿咬哈，就早期就表示更早哈，这个阿重点的话就表示有更早的意思哈，早期哈。以阿咬只是说在以前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词的意思哈，所以加个会更好哈。以阿咬好，它表示有强调更前。好，我马拉的扎在啊，那你这个马拉扎在的话，就有点是彼此是一样的这个概念。我马拉的扎在可以了哈，我马拉的扎在古安安努鸟肉哈，部落的名称是一样的。好，这边少了哈，这边少了这个居住哈，说你这边就讲到说哈，这边呢，一滴的爱要当到都说了能了后面啊，我看怎么加哈，其实这边讲的是这个他们的部落是一样的名称哈，住在那里的人和他们所说的话是同一个名称哈。那你这个马拉扎代就已经是在前面了哈，看一下怎么整合哈。马拉扎代，马拉扎代，马拉扎代，你要说，我说了都干嘛乱按？我说了这个一滴的爱呢？好，所以这边呢，我这边直接给你改哈，还是加乌了哈。马拉扎代，我马路爱一滴啦，等到了哈，会比较好哈。我马路一滴啦等到多刷了能了啊。好，马的扎代哈，这样的话还可以哈。那呀，我马拉的扎代呀，安诺尼了，我马路爱一滴啦，等到多刷了能了，我马的扎代啊，这样的话还可以衔接了哈。好，我大概就先修改成这样吧哈。好，修染的哈。好，那个右旋不要担心哈，你就到家了再那个哈，不要急哈。马蒂亚努尼亚罗，马路爱阿丹绍马拉扎多古，你这个应该是尼哈了哈，尼哈努尼亚罗哈，你是用尼哈了哈。你看，好，这边哈古尼哈努尼亚罗部落的尼哈算是语气了哈，语调哈。马蒂亚努尼亚罗如同部落的名称马蒂亚。你这个马蒂亚应该要换成是什么？马哈恩吗？早期的部落，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早期的部落的名称是同一个名称呐，它要衔接的在这里哈。早期的部落名称是同一个名称，它的翻译是这样子啊。那你这边就说，马拉扎代
你应该马的扎赛哈，嗯，或者是马蒂亚阿马的扎，可以吗？马蒂亚阿马的扎有没有？马蒂亚，我直加在哪边？接给你改哈，哦，好，马蒂亚阿马的扎是不是？马来西亚，然后这边呢，然后这边要改成姑，哦，公安按钮安安，有没有？好，好，这边改成还姑的话就这个记法结构就很好了哈。好，好，我们看后面哈。啊，我马路爱阿当少啊，我马路爱阿当少，马的扎都古尼哈努娘了。好，我们看一下怎么再加强了哈。住在那里的人和他们所说的语言是一个名称哈，一个名称呢就是一样了哈。好，嗯，居住在那里的人啊，我马路爱伊迪拉阿当少，所以居住在那里的人嘛，是不是？我马路爱对，阿当少，当然也可以居住的人，可是你要加这个在那里有没有？我马路爱一点，伊迪拉一啊，点马路爱阿当哈，少啊，我马路爱伊迪拉阿当少啊，伊迪拉爱阿马路阿当少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嗯然后这边呢，这边要加什么？所以还是要加乌有没有？乌。嗯，马扎多古尼哈暖呢，那如果说是不加乌呢，你这边就要加这个啊，它就变哦，成懂了，第一个是马拉扎啊，马拉扎都公一哈努娘肉，好，这样的话就 OK。啊，如果说你要不加这个哈，那就要变成乌。好，如果说我们改乌了，我马拉扎都可以吗？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语气的话，好，可以呀，可以哈。我马路爱可以，的啦，咱们到我马拉扎都公一哈努娘肉，可以吗？可以哈，好，好，可以哈。谢谢，好，嗯，好，好，我们看这个红爱的哈。好，红爱，红爱，你是已经回到家了吗？对，哦，好，所以回到家再那个哈，好，不要边开车边那个哈。好，saya ungangan nunyalo malazai ungangan nunyalo 啊，都加这样能了哈。你这个是比较精简的哈。那属于部落最早属于部落的名称一样，和语言一样啊，话一样哈。那你这个是很精简的这个呃翻译了哈。那现在你少了一个居住 m o 你要加在哪里？你现在少了这个住，有没有？住在那里的人，你没有翻到？住在那里，重点是那个杂教的后面那边。好，好，怎么加？Saya ungangan nyaro malazai malazai ko ungangan nyaro 都在这样能了。然后呢，malu ID 啦，ID 啦 malu。哎，这谁的？马罗爱一滴啦。malu ID 啦对， ，malu ID 啦。好，你念看看呢，顺不顺哈？你念看看。你可以看到吗？mana nengay so? 好，马能爱啊哥。哎，aspen ka? aspen hana? 前面还要加一个乌马罗爱一滴啦。maru ID 啦，前面加一个乌是吗？对，没有关系啦，你先念，你念了你就知道哪里，我们再马上改嘛，不用担心。还是你现在要马上改？好，我马上，老师我马上改。啊，你要在那个自己改哈。
好好好好，自己改哈。好，好那就等你一下哈。好，没好关系。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哈。因为我们的语言哈，就是我讲的我们他们叫什么焦点语言哈，焦点哈，焦点人土火。这个是最早期的哈。焦点，所以他们讲什么诗诗焦点受事焦点这个功绩焦点各种焦点这个也是对那如果不是动词呢，很麻烦哦。如果没有动词呢，就是这个语言没有动词，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如果没有动词的话，它就要靠什么格位标记去标示因为这个词呢，它同样的词，可是它在估的前面，它有可能是动词，在估的后面有可能是名词就是说干嘛咯，干嘛咯，如果是在估的前面，它就变成是动词了。干嘛咯，请坐，不一样咯所以我们当然焦点语言也是对，但是其实我们是靠什么格位的标示，然后来显示出这个词的位置它到底它的词性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单词的话还好啦，就是一个单词，那很简单。可是如果是词组什么叫词组？就好像这个孤在这个地方孤就是主格标记，表示后面是主词。问题是这边这个整个叫词组我妈的扎塞安安，词组就是什么？两个词以上两个词以上就叫词组可是阿妹的词组呢很麻烦，因为在中文来讲，它这个词可能在我们阿美语它是词缀，它并不是词，就很麻烦在这里。好，那不是说真正的词是哪里 ？the z， 真正的词是 the z 如果按照中文成为一样，成为一样，成为一样的话，成为是一个词，一样又是一个词。可是这个成为在阿美语是什么？它是词缀，它并不是词，很麻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美语跟中文、英文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好，红外的修改好了好，这个就不要了直接贴上。好，saya ungangan nuniaro malazai，明白了爱的啦。少一个股，哪里？在哪里？saya iku ni maro ai itira kungangano niaro ato tsachiao nang la. saya ungangan nuniaro malazai ku明白了爱的啦。你这边又有锅，这边有个锅，怎么办？好，你这个前面这个锅没有问题。度后面是度度好，改成都。好，saya ungangan nuniaro malazai ku明白了爱的啦。都ungangan nuniaro ato tsachiao能了好，你为什么用米马路爱在那边居住的人米马路爱就是去居住在那里什么？去居住在那里
啊，如果是马鲁艾伊迪拉呢？已经在那边了。马鲁艾伊迪拉就是居住在那里。对，好，我们把它拉出来了哈，让你去思考一下。你这个其实不对啊，但是意思不一样哈。马鲁艾伊迪拉跟什么？米马鲁艾伊迪拉跟马鲁艾伊迪拉哈。马鲁艾迪拉就是正居住在那里哈，因为马鲁艾正居住哈，那在那个地方。米马鲁艾就是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要去，是不是？是。所以你这边要改成什么？马鲁艾就好了吗。马鲁艾，好，这样就好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兹在过马鲁艾迪拉都安安诺尼亚罗啊都这样哦，这样就顺很多了哈，有没有？好，你看你加一个咪，就其实不是错，而是说那个意思不一样哈，不一样哈。好，基本上这样是 OK 的了哈。好，我看一下还有谁，应该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了哈。好，这边呢，就是转折语了。另外这个词很多了哈。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部落不多不多。同时在那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还是敌对哈，所以这边是敌对的哈。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部落也不多，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哈，就是这个主词在这里哈，所以我要让你看一下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部落，这个是主词，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间这个也是主词，所以动词动词在这里哈，动词是是什么哈？那按照这里你看，它这个是否定词不否定词。那否定词如果按照这个结构呢这个结构是什么？多少是什么？是形容词。可是，在阿美语呢，它并不是不是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在在那时起的在好，这个就是很麻烦好，我们看一下那看看怎么翻，因为这边的重点是不多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是敌对的是敌对的然后看看你怎么翻译那祖先所居住的部落这个没有问题了这个应该是没有单词了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没什么单词了敌对的敌人敌对的好，我们来看看，同时在那时期，所以基本上这个不需要，这个根本不需要同时在那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它是讲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那个时期，所以它可以合并合并。当然你也可以分了也可以分看你自己按照这个句子去翻呢，还是要整合都可以这个句子应该是没有单词了没有单词居住、祖先部落敌对所以敌人就阿萨，那敌对呢？敌对要怎么弄是用词组还是用词？所以敌对的这个词敌对的敌对的。所以它的主要的词是敌敌人这个词敌人就你怎么敌人呢就是阿萨阿萨阿萨这个词你怎么翻译成敌对的？所以按照道理讲，就是说这个词呢，它应该是用词缀的概念词缀的概念去附加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构词法了啊，构词法。那孩子呢，他没有办法哈，他只知道阿萨敌人，所以也可以什么互相成为敌人，那就是敌对嘛哈。所以这个就是看怎么用这个词缀哈。所以你看这个否定词，它就是已经在前面哈，不多啊，不多，是敌对的，然后才开始是主词啊，整个主词词组啊。所以有时候就说我们的句子结构哈啊，特别是翻译哈，它的主词词组很长，但是你要知道它最主要的主词是哪一个啊？因为它是主词词组嘛，它最主要的主词是部落啊，部落哦，什么部落？居住的部落，谁居住的祖先？谁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啊，它是这个词组是这样扩张的啊，所以真正的关键说到最短就是部落不多啊，谁的部落不多？居住的部落不多，谁住的居住部落祖先啊，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部落不多，这样扩张啊，这样缩减我们的翻译就会越来越精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好，现在翻好了哈。老师那个好难哦，同时在那时起。好，没有关系，这个应该对你来讲应该没有问题啊。我看你是怎么说哈。Ulama satu i zaika alihai ko kamaluan anyalo no to asita. Tuya anho tuya nanho i o masa asa ai ko nyaro aro 好，很好，基本上对了，你现在就说这个tuya nanho i 其实就已经翻译的非常好了哈，没有问题啊。乱猜的哪一个？那个后要连的，要连，为什么？对，我在想，因为后刚刚讲这个解释，因为那后是什么？后你不能单独，如果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如果这个词分开的话，它有意识，或者是有功能，就像 no 有没有 ？no 的话，它单独存在没有错，它是属于什么？可是你的后是不是后？如果单独在这里，它是什么意思？没办法表达哦，你知道吗？我的概念就在这里，就是说它能够单独存在，它有它表达的意思，要不然它就是功能词，就像孤，有没有？孤表示什么？后面是主词，是什么？表示前后词的连接，是不是？乌就是什么？开头，是不是？包括这个罗马沙杜，如果是我一定连在一起的，要不然沙杜是什么？罗马你没有问题，罗马别的，另外，那沙杜呢？沙杜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沙杜是什么，所以它是词缀。就是这个概念，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词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在这里，最大的问题都在这里。它是一个后词缀，结果它给它分开，然后它应该是要连在对呀难后，有没有？对呀难后，在那个时期嘛，对呀难后还是对呀难后？这个词我跟你讨论一下。不会它应该是它的音应该是这样子，都亚阿难后，它是都亚是个词，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那是两个按呢，这个是两个按呢，这个两个按是后词缀哦。那因为这个两个音减音了，两个有没有？
两个 R 合并，就变成那样子。但是按照词的原型哈，一定要这样说：毒亚它是一个词，独立的词，两个按它是后词缀，哈。但是你这样写才是更精准。那毒亚难，你看毒亚难，它少了一个音。你讲毒亚阿难的话，老人家一定不会说你错，因为那个这是很完整的音了，就好像什么大姑万，或者什么大瓜难，大姑万难，对不对？好，类似了，我打个比方哈，它是什么？它其实是两个按呢，有没有啊？所以这个 W 是什么？这个 W 是什么？我们的词是大姑啊，阿姑啊，有没有？大姑阿姑，那另外一个词怎么说？大瓜难，大姑那你有听过吗？有有听过吗？啊，对呀，一样的概念呢。那我们有嘎够的字吗？有吗？我们有嘎够的这个字吗？如果后面两个按是后置缀，我们有这个字吗？没有啊，有没有？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没有 KAKOW 的词啊，没有啊，我们只有嘎固这个词，所以这个 W 是哪里来的？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词是要还原哈，就是我讲还原，我不是要推翻现在的文字，而是说我们要分析这个词，它的词根是什么？这个两个按是后词缀，那这个 W 怎么会出现呢？它应该是嘎固啊，嘎固后面加两个按呢，可是这个是 W 啊，所以他们说这个叫滑音、过渡音啊，我也接受。那我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喉舌音了，这个音，两个母音之间一定有这个音。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就像这个干马路按有没有？这个类似这种概念啊，它两个母音之间会有一个喉舌音，只是轻跟重啊，轻跟重。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好，就是说这个沙杜其实它是个词缀哈。好，再一个阿迪海古干马路按哈，no 尼亚罗啊，阿尼亚罗 no 多阿西达哈，多亚按多亚难后多亚难后一哈。如果你不用多亚难后，你还会用什么词哈？记不出来了。记不出来啊。好，我们看看别人哈，我们看看别人有没有不一样的词哈，就是要不一样啊哈。如果都一样的话，也没有意思呢，就是不一样才可以讨论嘛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扩张那个我们的思维了哈。如果都一样，也不需要教了啦。我看他是用哪一个哈？Uruma satu tsai ho ka adihai ko kamaluan anialo no tatu asan ita. Itia satu i ha ta yung itia ha. O masasi ata ai ho ko kasanialo 好，这个很好哈。好，各个部落还是敌对的哈。古masasi ata ai 哈。好，所以这边的第二satu 呢，它指这个词呢，老实讲就还是不够哈，不够。你第二satu i 哈。它没有这个多亚难后裔的那个程度还不够哈。看一下哈。好，同时在那个时期哈，如果是我哈，我会用这个。
米勒扎多努伊迪爱后，好，我会用这个啦，哈，它的中文哈，同时在那个时期有没有？同时，它就是说，同时在那个时期它是并列的，并列什么东西呢？除了什么部落不多之外，而且是部落是敌对的。他讲的这个同时的这个概念是两件事情啊，同时啊，同时是发生两件事情，部落不多啊，住的人不多，还有什么部落跟部落是敌对的啊，这个概念是在这里哈，所以米勒扎的东东一定爱会议啊，或者是扎芬东东一定爱会议啊，也可以哈。我马萨西阿达爱好过阿萨尼亚罗啊，这边是主要跟阿厉害啊不多过啊甘马鲁安哈，他这边应该是什么？你们都是用翻成是甘马鲁安哈。好，等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了哈。好，修兰的。Saka unika malu anu to as inyalo zai ka ha chua teng itiaho unyalo atu nyalo masa si ata hen 好，我那个同时，你的同时是这个一定后是吗？用三个，登一定后，好，你这个同时是这个吧？同时在那里，你用正哈，仅仅在那个时候，同时仅仅，其实也有这个翻译到一点点了哈。那看看我们先看前面的句子哈。乌尼嘎马鲁安多阿西尼亚罗，在嘎哈做哈，没有多少哈。祖先在住在那里啊，没有多少。住在部落没有多少。好，等一下哈，我们看一下中文哈。他讲的就是部落，你看了，部落不多哦，了解我的意思吗？部落不多哦。所以真的重点是部落不多，部落不多，然后只是讲说这个部落是谁住的，是祖先住的，我们祖先所住的部落不多，所以是讲的是部落不多哈，部落不多。好，我们看一下。我尼嘎马鲁安努多阿西蒂亚或者爱嘎哈做啊，尼嘎马鲁安多阿西蒂一蒂亚或好，所以你看这个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好，你这个一蒂亚是不是我看一下中文。不多，当然。对，为什么？就是说，它这个是两件事情哈，同时在那里的这个意思有两件，一个是什么？部落不多，另外是什么？部落跟部落之间是敌对的。敌对的。对，同时在那时起是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部落不多，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部落跟部落是敌对的。他要讲的同时在那时起，如果说你要翻成这个的话，那你这个一蒂亚呢，就可能这个要连到前面那一句所以这个任一蒂亚后可能连接的不顺，连接的不顺。我看一下哈，再一个哈猪啊，
好，如果是这样子哈，再一个做，因为否定哈，否定最好是什么？在前面，好，再一个哈做啊，姑。Mika malu anu tu i 牛肉可不可以？可以，这样就比较顺哈。好，生一定后好，这可以。但问题是这边看怎么转哈。我们等一下先看后面了。乌鸟肉阿杜鸟肉啊，乌鸟肉阿杜鸟肉，然后呢？玛莎拉达乌鸟肉阿杜鸟肉。玛莎阿达很。那现在就是哈，乌鸟肉阿杜鸟肉这边少了一个词啊，你要接什么会比较好？乌鸟肉阿杜鸟肉，然后这边接一个东西，然后叫玛莎西阿萨哼就是呼了，没有问题。这边再加一个东西，少一个 C 哦。啊，不是，玛莎就本身就已经是那个形成敌人了，没有问题。敌对哈。啊，对。现在我讲的说，这个词跟词之间少了一个词，就好像乌鸟肉阿杜鸟肉，然后什么？它要连到后面的玛莎阿萨哼。那最好是这边好玛莎西更好了哈，玛莎西阿萨哼啊，会比较好。好。然后这边乌鸟肉阿杜鸟肉，部落和部落是怎么样？时间哦。哎，不是，部落和部落之间是怎么样？敌对。是敌对嘛？玛莎达是不是？部落和部落之间是敌对的吗？没有错嘛哈。所以这边加个乌。乌鸟肉阿杜鸟肉，玛莎西阿萨哼，就是要加这个乌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乌啊。所以两个乌没有什么多。生一定后呢，同时在那个时期哈，啊。那这边呢，你看我有写着米的赞多努一点爱后，有没有？米的赞就是同时要一样什么？一样其实就是同时，它有这个概念。米的赞或者的赞正啊，的赞正。你不能用孤，哈，其实也不是不能用孤啊。同时在那时期还可以用孤哦，因为同时在那时期的在是动词，同时是主词，它还真的可以用孤，哈，好。那我在这边帮你改好不好？好。同时哈。没有责任。你看我们这个句子哈，如果按照这个句子哈，这边的动词是在哈，一定要后一定要后故米的大赛啊，如果按照这个字来翻哈，一定要后一定要爱后也可以哈。米的大赛就是讲说这个发生是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是哪两件事情？敌对，还有一个是居住的部落。部落不多啊。在个合作啊，古鸟肉啊。第二件事情是鸟肉跟鸟肉之间是敌对的。敌对的。所以你第二后过米的大赛啊。当然，我这边的翻译是用句子的概念的哈不一定不一定可以了哈。所以这边呢基本上哈，重点是一定要后了哈。
在那时期，但是同时哈，同时呢，同时是什么？去一样啊，会一样。马拉扎塞，马拉扎塞多诺伊迪亚后哈，好吧，就先这样子了哈。老师，好，我们看看这边两个还有那物没有问题。红爱的哈。老师，我可以打岔一下吗？哟，听不懂。老师，老师，老师，啊，乌鲁玛伊是吗？哈，乌鲁是玛伊啊，乌鲁玛伊哈，所以这个最好是分开了哈，乌鲁玛伊哈，然后这个要分开哈，乌鲁玛伊哈，啊，朱阿后加哈，朱阿后加啊，阿鲁曼，古曼多阿塞啊，米马洛是吗？尼洛。是主要跟阿鲁曼古曼多阿塞啊多一个咪，啊马鲁爱伊迪啦，马鲁爱伊尼亚洛还是马鲁伊尼亚洛啊？马路爱，马鲁伊尼亚洛还是马鲁爱伊尼亚洛？你马路要加爱，爱还是你要加哈？要加爱，老师。好加爱哈。好，又马米赞伊马拉阿萨啊，马拉阿萨阿萨少一个啊哈，马拉阿萨阿萨哎，马拉阿萨啊，这边还是加一个啊，马拉阿萨阿萨爱。后果娘肉啊，多娘肉哈，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好，现在就说这个又马米哈兹按，你用这个概念是什么？马米哈兹按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当时那个年代哈，哦哟可以哦，哈，在当时那个年代哈，马米哈兹按哈，好。Ulumai chua hoga aluman kuma to asai maru ai itila inaro ha yo mamiatsani mara asa ai ho ko nyaro ado nyaro哈，同时在那个时期，好，看一下中文，同时在那个时期嘛哈，同时在那个时期，当这个又是当了哈，当在那个期间哈，那个年的期间基本上可以了哈。你是用这个妈咪和炸哈，妈咪和炸按哦，前面再加个妈啊，好。但是你这个你是发 L 吗？罗马还是罗马？鲁马 L 不是别的呢？别的不是加哦。别的东西的那个打错，鲁马是 R 啊哈，就是说你这个最好就是用 R 了哈，用 R。罗马是别的嘛哈，罗马又不一样哈，但音后面的音没有那么重了，但是前面的音比较重哈。好，阿鲁曼古主要个阿鲁曼古嘛，多阿塞嘛哈，老人不多，老人居住在部落不多，你是用这个概念了哈。但是严格来讲，就是说，它的中文哈，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部落不多所以他应该讲的不多是什么？部落。当然，部落一定是老人就是祖先住的嘛，这个也不能说错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翻译就说它主要的重点是部落
当然这个部落是祖先住的，没有错了哈。好，我这边给你交流一下哈。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8:10哈，我们休息到8:10，你也可以先翻哈。后面大概都是比较简单的，反而更简单哈，反而更简单，都是单词上面都已经有了哈。今天的这个翻译应该没有那么难了，都是很简单的哈。我们休息到8:10，我们再继续哈。好，休息一下。好。
好，我们继续了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句子哈。当时哈，刚刚是同时，现在是当时哈。当时的部落如同一个国家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字哈，如同就是一个关键词哈。部落如同等同，等同什么？一个国家的概念，所以这个部落呢是主词哈，如同呢在这里呢，阿美语是动词动词，部落是主词啊。什么的部落呢？什么时候的部落呢？当时的部落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练习翻译看看那个对我们来讲，应该这边已经是没有单词了哈，概念，所以你不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说出来哈，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情况。那概念呢，你也可以说是想法你不一定要按着这个字去翻甚至于都不用翻只是这个怎么应用在这个词里面所以最好翻是这样子的这个分开，这个是最好翻的当时呢可以那后面就这样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猜了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句子跟解释的这个词或者是词组给它拆开会更好翻如果都没有分割的话，很长比较不容易翻不容易翻。那很多翻不好的句子大概就是很长，然后都没有那个逗号好，这个应该很快好，现在老师已经翻好了所以他就直接用一定要会议没有问题当时马鲁马拉只在亚加拿大的姑娘了没问题好，重复了没关系所以它的翻译就是这个是分开的所以主词就是鸟肉鸟肉没有问题所以鸟肉就是红色的老师，那个吉达吉跟加拿大的是有很明显的差别吗？现在就是说加拿大的基本上它是属于岛屿岛屿也不一定是，它是一个岛屿的概念，然后也是国家嘛，很多岛屿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没有问题加拿大就是赵老师这样解释，那应该是吉达吉。其实我们圣经讲的圣经讲的都是 Gitagit 圣经的翻译都是用 Gitagit， 但是这两个是通用你讲加拿大的呢，它也是国家的概念但是圣经它都不用加拿大它都用 Gitagit， 就表示我们的老人家认为当然加拿大也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但是它是偏向是一个岛屿，很大的岛这个概念所以你这个如同你这个如同就是这个马路马路
所以这个词缀就应用的很好了。所以，那你就是马路马拉兹扎亚。好，我现在就在跟你讨论这个了哈。用马路是没有问题的，绝对对哈。但问题是马路，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马路我马多的兹扎亚跟马路兹扎亚，那个我的用错了，应该是马路兹扎亚比较好了哈，因为他没有说是变成一个国家，有没有？如对，同多了。变成一个国家的话，你这个词是对的，因为这个马拉就是变成的意思。哈，我要跟你讨论的是这个东西哈。那如果说是按照这个词，它就是成为如同等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当然就是马路之在啊，马路之在亚啊，加拿大会更好了哈，好不好？好，好，我们看这个右旋的哈。好像跟那个谁，好像一样写一样的写系。一样，但是就是好，没有问题哈。那只是你这个也可以啦，干啥？好，我们先看一下哈。卡萨尼亚罗阿罗不是一个部落吗？对，但是你的这个干啥鸟肉跟鸟肉是不一样的概念哈。好，一定要后裔没有问题。马路，但是马路就是这个词要连在一起了哈，因为哦，好，我们我们的阿妹就是说马路的话，你不会不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光是马路，嗯马路是什么？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好，嗯，因为它好，是个词缀。好，如果说是是只在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只是在，它有意思了，是不是？在它是一样，可是马路是什么？你会搞不清楚哦。所以这个是连在只在的这个地方，马路之在等同一个，如同一个，是不是？所以它是个是，词缀的概念哈。好，我这边提出好来。好好， ，kita git 这边少了一个 t 哈，kita git。好，哦，好好，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 gasa niaro 啊，gasa niaro 的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词的意思。部落就是一个聚落的意思。没有，如果说是因为你有两个niaro 有没有？它有很多部落的意思。很多，对，那 gasa 就是已经是不会改变，它已经是形成一个完整的部落了。问题是你是两个阿洛，它就变成是各个部落了哦。这个意思是是是各个部落哦，不一样哦。是，不是这样子吗？啊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不是各个部落吗？嗯，不是啊，你上面的那个中文啊，部落如同一个国家的概念，不是各个部落就如同每一个国家的概念，不是吗？是这样子，对了，是没有错了哈。但是说是部落，因为他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单数啊。如果说每个部落就等同每一个国家，有没有？可是他现在讲的是单数嘛，一个部落是。如同一个国家，我们把这个哦，词加进来，对，单数一个，，OK，好，嗯对不对？他只是嗯，把那个一个省掉了，一个部落如同一个国家嘛，所以它是，后面是一个国家。如果说各个部落如同各个国家，那就是复数了，你嗯，这个就是对了。好，哦，好，了解了解，没问题哈，没问题哈。嗯，好好，谢，好，我们看一下秀兰的哈。那一dia ai hoi o niaro madia hen o no Canada 过你哈拉邓。
好，你你有把这个概念说出来了哈。好，一定要会，那一定要从那个时候起哈，没有问题哈。姑尼哈邓哈，你是说你的这个概念变成是主词了哈？哦、はい。你会变成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你的这个姑尼啊，嗯姑尼啊哈拉邓哈，あれで、はい。姑尼啊哈邓，你就变成是主词了，哦，就是变成是它的中文就变成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如是同一个瓜。啊一个部落像那个国家，就是你的翻译像一个是这个意思。好，是哦。马蒂亚嘛，如同嘛，马蒂亚就是像那个也嗯像那个什么国家啊。按照你的阿嗯，妹哦，是这样，我是这样翻哦。可是就是说你的是主词就是颠倒的，好，概念。意思也是对的，意思也是对。问题就是我讲的主词、动词的位置不一样。嗯，主词，因为这边的主词是什么？部落。哦，这边的主词是部落。好，哎我们我给你如果要改了哈，改的话，好好好，所以娘肉要在最后面，はい娘肉哈，这个娘肉哈，はい这个娘肉はい摆在后面哈。好，我们看一下哈，看看可不可以哈。哦，马蒂埃，马蒂亚亨，好，马蒂你要埃，加乌吗？要加乌吗？马蒂亚亨不用好，加拿大的古古尼古尼亚哈拉邓，娘肉，古尼亚哈拉邓，然后呢？努尼亚若，好，然后是加努尼亚若，好，试看看哈。哎，好，你念看看是不是嘛？你念一下。马蒂埃后伊马蒂亚亨乌努加拿大古尼亚哈拉邓努尼亚若，可以吗？老师有听？可以啊，我认为可以哈，可以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你把那个部落的概念合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是，部落的概念等同一个国家是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哈。马蒂亚亨马蒂亚亨就是说马蒂亚就是如同那个什么那个国家，是不是？古尼亚哈拉邓努尼亚洛，好，这样的话就 OK 的了哈。好，马蒂亚，所以那个乌不用加了哈，前面那个马蒂亚，前面不用，因为你这边有乌了，这里有乌了这里有乌了好的，好，我们看一下红爱的哈。一定要后马路再一个大巴案努尼亚洛，你是用大巴案哈？属于部落的它的中文它的中文是这样子的哈。好，我们把它拉进来。好，一定要后当时没有问题哈。马路之在等同一个，好，等同一个什么？一个部落就等同一个国家，所以它的意思在这里，只是这个一个没有翻嘛。好，那我们把它加进来哈。所以马路之在，所以这边呢，你这达邦案努尼亚洛，这个意思不一样。
你现在就说那个国家这个词，你要用哪一个？ kita kit 啊，kita kit，那你怎么加？kita kit 你加在哪里？ gu 的后面，你要加在咕的后面了。马路之在咕 kita kit， 好，可以哦，好。然后呢，这个打方案要吗？不用了，啊，后面要怎么改？ 努年了，马路之在咕 kita kit 努尼了，这样也不通哦。你这个哈、他就讲什么？部落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对，没错哈。所以你这个 kita kit 这边那个改一下，然后尼亚洛没有问题 ，kita kit 尼亚洛，那你这个怎么改？就是那个 nu 不能用 nu， 不能用 nu， 你要用什么？现在就是关键，因为它是并列的概念，一年了，年先不能尼亚洛，五年了，也不行，五尼亚洛也不行。你看哈，这里哈，一个部落有没有看到？一个部落，一个国家有没有看到？它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什么？老师如果用 kasa 年了，不行不行，不能用干沙，因为它是并列。啊，不行也不能用啊。马拉尼亚了，它是一个并列。什么叫并列？我和你，你和我，国家和部落。在用五年了，只在啊，已经马了之在，马路之在了，已经在前面了。马路之在要过 kita kit， 然后呢？阿尼亚了，不能啊。有没有人知道？现在知道吗？啊，对，这个 kita kit 跟这个鸟肉中间要加什么，就 OK 了。沙努尼亚了，等一下，你这样哦，阿尼亚了，在读给他听。丢马努尼努啊，不能用 nu， 也不能用啊不能。努啊，哎，只有两个词可以改，不是，只有两个，沙尼亚了，一个是并列的概念，一个是对比的概念。并列，不能用啊，也不能用 nu， 马拉尼亚了，不行，也不行，因为你已经是 kita kit 了哈。现在可以找到答案吗？我在思考。并列，什么是并列？并列不是阿多吗？对呀，就是阿杜啊。阿杜，马路之在都过 kita kit 阿杜，你要啊，一个部落就等同一个国家，不是吗？阿杜啊，国家和部落是因为一样的，有没有？可以吗？就在不给他给他多尼亚了，哦，这样没有问题吧？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用多也可以，就是做对比的，用多，但是不能啊，也不能用 nu 哈。马路之在过给他给多尼亚了，就是国家跟部落来比一样是等同一个，有没有？所以这边的改变就是只有阿杜并列，一个是对比，啊，对比哦。所以这个都它是两者之间的比较哦。
啊，它是这个都是两者之间的比较，就是国家跟部落的比较啊，等同一个哈。所以这个就是词跟词之间连接的一个问题了哈。好，给大家做参考。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个很重要哦，特别是在翻译的时候。要练业手啦。嗯，太深了。所以这是红爱哈，红爱的哈。好，是你这样可以吗？我这样替你改，你接受吗？可以可以哈，好，可以哈，可以，谢谢老师。会不会哈？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书显的哈。好，一定要后裔，马丁有多种努只怎样啊？给他给哦，你要啊，这个很好啊，用多种哈，很棒哦。啊，多种其实就是一个，它可以说是一个认知哈，认知概念哈，很好哈。过年了啊，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如果你们翻的这个所有的句子里面哈，这一句是最漂亮的，好，这句哈。因为他也把这个多重概念加进来哈，加进来，就说如果我评分的话，这句是10分哈，这句是10分，蛮好的，很棒。好，所以我们多练习哈，没有了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了啦，就是部落名称哈，只是这个关键就是在有然后以及没有了，它的关键就是这几个词，其他就是这些词把它连接在一起。好，怎么顺着走你就按照那个上面的这个部落名称部落名称去打就好了啊。那这几个部落基本上都是南史的部落哈，吉安跟花莲市的部落了哈。好，那请大家翻一下哈。所以你看，这个中文跟阿美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你们一定要习惯这样翻哈，这样翻的话才会准确哈。按照阿美的结构要这样翻啊。老师，那个嗯七角川是不是在德安那边、祖前里那边是吗？还七角是在川应该寿丰？没有，应该还没有到那里。在哪边呢？七角川应该是那七角个川西的那个地方，哪里？应该是属于那个，应该是属于南华，知道吗？我知道啊，就是南华建议那一带哦，那边算七角川哦。没有，它应该是指那个沿着那个西的那一带了，河流啊，河流，哦，那边河流有溪，那边有溪，对我这。对，应该是指那个地方。哦，我还以为是在祖前里那个德安那个地方。祖前里就已经是花莲市了。虽然你刚刚讲说吉安跟花莲市啊，花莲市就是导览就不是花莲市了。那都认吉安呐。对呀，所以啦，
所以我讲那当然这边有花是吉安。莲市啊，啊，是啊，有这个你讲花莲市的话，那就是没有花莲市没有哎、东没有哈昌也是属于吉安哦，没有哦，哦我没有是哈花莲市的。仁对，里人里算算吉安乡，吉哦好安乡。那可能比较哎，偏北边了，好吧？对啊，这个七角川应该是属于靠近寿丰那边吧，是吗？哦好，就是那条溪哎，了，嗯，那啊，那要很大的条溪的话，对那条溪，那你就讲的那个南华部落那一带咯，南华啊对，那一带。南华是已经偏向海边啦，但是往中央山脉的方向啊，有没有那条溪？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好，那就是南华那边受风险，然后那个还是属于吉安哦，对，吉安应该是吉安。那吉安乡，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看，就是后面是并列哈，东昌部落、仁里、斗兰啊、吉包干啊，然后以及是并列七角川，这个都是东昌部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主持，有在北方，你看，所以这边呢，它的主持是很长的，所以真正的动词就是有，所以是在。如果按照这个结构，这个在呢，我会翻成是这个伊拉只是地方的受词，他们叫介系词哈。我都不会翻成介系词哈，因为它是受词。有在哪里？有在北方。有在哪里？有在家。啊，在英文是介系词了。啊，好，这个应该不难了哈。好，那个放好了，先代谢哈，它直接是用乌啊。好，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被那个中文的字绑死哈，就是它的意思一定要准确才是对了哈。但是这边呢，它是按照中文的结构哈，在北方哈有东昌部落，也不是不可以哦哈，就是重点是哈，好是好。哇，无里道不能当然去包干啊多几高算，过一阿米赛亚鸟了啊。它这个结构就是按照这个哈，在北方啊，在北方其实就是什么啊，在这里其实就是主词哈，主词没有错啊。啊，在北方其实主词，因为动词是有哈。好，这个结构就是按照这个中文的结构哈，没有问题哈。就是有时候这个翻译你要调整哈，调整。因为这是中文嘛哈，可是我们阿弥的思维是什么啊？因为真正的主旨应该是什么？部落，部落啊，在北方，部落有在北方哈，类似这种概念哈。好，这个就很好了，这个句子哈。孤，好，他这边就是没有用那个伊拉这个词了哈，所以用乌，好，没有问题哦，哈，好，好，我们看红爱的哈，所以红爱呢是直接哈，啊也是可以哈，啊就是说，好，你看我们这个翻译多样化哈，好，你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我讲的这个啊，东昌部落是不是啊有在北方啊，一个阿密斯以来啊，一个阿密斯以来过啊，你到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什么，你这个一个阿密斯可以放在最后面哈。你的爱过，你到不什么啊？你要一个阿密斯，哈，也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你的焦点是有还是在啊？焦点啊，好，OK，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啊，哎，好，修兰的。好，阿米西拉锅里到不不那刀烂去包干啊多几个算哈，没有问题哈。这个结构就是跟刚刚那个红爱的一样哈，它只是加一个嘎啊，一个嘎啊，阿米斯一个阿米斯，基本上差异不大哈，没有问题啊。好，所以这个主词啊，这个主词呢就是部落啊，就是部落。好，我们看这个，好，你看这个光是北哈，北的词呢，我们大家用的不一样哈，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哈。好，一般是阿米斯伊拉古里草伊拉古卜卜伊拉古那当然伊拉古去包干啊都这个算啊，玛莎鸟罗鸟罗哈。好，这个句子也是没有问题啊，它给它每一个都分开了哈，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哈，伊拉古里草。啊，伊拉古卜卜，伊拉古那当然伊拉古去包干啊，都几个算啊，马萨鸟罗罗啊，没问题，它只是用这个巴萨啊，巴萨阿密斯哈，少了一个啊哈，马萨阿密斯，巴萨阿密斯，巴萨阿密斯哈，好，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北方的这个词哈，好，这个是书显的哈。所以我们学了这个词哈，我们这个部落的地名呢，我们要把它背起来呢哈，不要只背我们自己的部落哈。那因为我自己去调查过很多部落了，我比较也不是全部都知道了哈。去过的部落就背起来了哈，不会忘。所以伊拉好，伊拉古里上不那当然鸡包干啊多几个算啊，你要说阿密斯，好，所以它是摆在后面了，阿密斯哈。好，没有问题。看一下还有谁的，好，应该没有了哈。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几个哈，以阿密赛，好，我们把它挑出来哈，以阿密赛。然后这个一个阿密斯，好，再加一个嘎，好，再来是阿密斯哈，阿密斯没有爱哈，再来是巴萨阿密斯哈，巴萨阿密斯好，没有爱，应该就这几个了哈。好，同样就是在北方了哈，当然它是在北方的部落了哈，它的中文是在北方哈。好，中文是在北方。好，那阿密赛，好，跟阿密斯就加了一个爱嘛哈，阿密赛跟阿密斯，多了爱。按照字来讲哈，应该是阿密斯就可以了，在北方。好，如果是阿密赛呢，是什么？在北方的。比如说，为什么要加的？就表示它是有个所以后面它一定要加个词哈。我看一下，阿密赛是谁说的？阿密赛现在加的好，就说阿密赛的话呢，它可以省略那个鸟肉。好，
哦，因为阿密赛它表示后面它是要解释一个东西哈。如果说是以阿密斯的话呢，那以阿密赛完整的话，应该是以阿密赛阿尼亚洛，所以比较完整哈。那一个阿密斯，好，以阿密斯在北方，啊，那如果说是主词的话也可以。如果以阿密赛，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以阿密赛啊，咱们上不一定是尼亚洛哦，有没有？以阿密赛啊，就像这个男士叫努阿密赛，还是努阿密散？那个秀兰。嗨嗨，所以我在这边。所以你看，就是男士会有两种话，有没有？努嗯，努阿密赛还是努阿密散？阿米散，阿米散呢？努阿密散阿是不是？米散，哎，对，好，所以这个就麻烦哈。你看，一个是按，一个是按，好，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当然，按跟爱呢，基本上如果是爱呢，比较偏向人呐、啊，如果是按表示什么？偏向地点。所以那个我要问的就秀兰，你们讲的男士是指人还是地方？地方，no 阿米散，啊，所以是地方哈。好，嗯，如果是讲地方的话，要用按；如果说是人的话，要用爱。我要讲的在这里哦。好，所以出现这两个词是对的哦。问题是按的话是指地方，爱的话是指人。好，有时候你在文章上看，他为什么要用爱？他为什么要用按？啊，我要讲的概念在这里哈。好，一个阿密赛就表示什么？啊，在北方这个整个北方，哈，人，整个北方的人，哈，那个嘎是这个意思，啊，那巴萨阿密斯呢，向北方的，啊，就是说以这边的词来讲的话，比较不合适的就是巴萨阿密斯这个，因为巴萨阿密斯只是面向北方的意思，朝向北方。也就是说这个词比较不合适啊，其他都还可以，一阿密赛，一阿密，一个阿密赛，好，因为你说这个朝向北方的部落啊是什么黎兆啦，什么什么什么哈也不是不可以啦，就是说以严格性来讲的话，就是这几个词，你看一阿密赛，一阿密，一个阿密赛，一巴萨阿密赛，因为巴萨阿密赛只是讲个方向，好。方向的话，就什么？这个方向太大了哈，方向太大了哈。因为当然整个北方一直向北嘛，好，当然就是说以我们来讲的话，更精准来讲的是以阿密斯以阿密斯最简单哈，在北方，以阿密赛在北方的。在北方的话呢，他应该要持主一阿密赛你要一个阿密赛你要一个阿密赛个阿密赛，一个阿密赛是谁说的这边也是一个阿密斯，一个阿密斯那个爱是我加的哈，没有加这个爱了哈，这边一个阿密斯，这样的话就可以哈。好，以上是这样子了哈。那因为我看下一句，这个也蛮简单的了哈，也是一样哈。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哈，我们多练习一下部落，然后这边是和，其实这个地址结构跟刚刚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有在有还有和哈。好，我们把这个句子讲完哈，来我们练习一下，然后我们练习这个怎么样？是，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那些无什么无离道，可以加那个无离道无什么吗？没有问题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啵无拿刀烂，前面加一个乌 ，OK 吼，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理论上对哈，理论上哈，有理论顿号的话上是要就不用加。不，理论上是要加是最好。对啊，我看那个朗读稿啊，他们都有加那个乌部落上面都有加一个乌。对，是不是理论我们上是标也是这样准的，是可以。其实就像什么啊，一般是阿米斯伊拉古里绍伊拉古布伊拉古，类似这个概念，因为它本来就是它就是有这个部落啊，有这个部落，有这个部落，有这个部落啊。北方有这个部落，有这个部落，有这个部落，它是这个意思啊，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话不要那么累嘛啊，所以伊拉古里绍啊，乌布乌那当然乌，标准是要加乌的，标准加乌，好，那这样还是可以了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翻一下这句哈，在秀姑峦有光复，那秀姑峦的话，我在文章上看到2种哈，一个是修了哈，修姑峦都有哈，这个2个音都可以啊，秀姑峦。那其他都有了哈，答案啊，达法隆啊，波斯库啊，巴伊拉圣啊，这几个。巴伊拉圣，巴伊拉圣。所以这个词也只有，所以这个词出现2种，一个叫巴伊拉善，一个叫巴伊拉圣。我也问过这个巴伊拉圣的一个老人家，巴伊拉圣不是巴伊拉善。好，巴伊拉圣。好，红爱已经翻好了哈。啊，西哈，打错。好，等票哈。好，西古兰伊拉伊古啊，法达安安尼亚洛，达巴隆安尼亚洛，波斯库安尼亚洛，阿杜巴伊拉圣安尼亚洛哈。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阿杜嘛哈，和哈并列哈。好，伊拉爱有哈，有哈，一在啊在啊，这几个关键词就在这里而已了哈。伊西古兰伊拉伊古啊。答案就是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结构去翻了哈，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哈。那也有，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中文结构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人翻哈，翻成就是因为这边的真正的主词呢，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好，我们看一下千代的哈。好，这边有这个以修古兰伊拉古反答案有达法隆有波斯库啊都有白拉圣阿尼亚洛哈。好，所以这个阿杜哈要翻出来哈，这个阿杜，然后再来就是亚有啊。等一下我们看再讨论一下那个伊拉哈，伊拉爱跟伊拉啊，然后没有问题哈，现在有伊拉跟伊拉爱哈。老师，我少一个部落。没关系。少写一个部落。好，没关系哦。
邦家哈。Isyukuran ilang kufataan tabalong posko atau pailasen，还少一个什么？没有少啊。你现在安尼亚肉，安尼亚肉最后面，伊拉好，你就圣安尼亚肉，少了个部落嘛哈。好，哎，对对，安尼亚肉。好，没问题哈。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我讲的这个阿杜要翻出来哈。伊拉有。好，再来是苏贤哈。好，ila kufataan tabalong posko atau pailasen niaro isyukuran哈。好，这个重点也是ila有哈，因为按照记法结构哈，真正的动词是ila有哈。好，这边有并列阿杜哈。好，isyukuran哈。好，这个很好哈。好，再来是这个右循的哈。所以只有一个人用伊拉爱哈，其他都是伊拉。好，在伊拉有。好，阿杜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哈。这一句的翻译重点就是这3个词了哈，伊拉还有阿杜哈。那现在就出现应该没有了哈，都有了哈。好，就出现伊拉爱跟伊拉2种了哈。当然伊拉爱只有一个人用哈，伊拉跟伊拉爱。那以我来讲，这那个答案打完了，不是说都白拉圣你要了以学过来哈，因为真正的动词是伊拉有什么在哪里在修过来就是按照阿美语的结构标准的，我们不要以中文为主就是以阿美语的这个记法概念记法这句是规范的，就是最标准的。伊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你这个不算，就算是不是摆在最后面也可以。基本上呢，以我们来讲就是说很多结构呢，它出现瑕疵。当然就是说，所以瑕疵是什么？如果他用这个介系词的概念，那就完蛋了，就错误了。好，如果说没有这个字呢？那个是什么？它其实也是个动词所以伊拉修过烂，你看过这个这个结构也是可以一定一大告，一定一不送，一定一咖喱固一定啦一台北，一定啦一桃园，一定啦一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没有就好像这个修过烂伊拉，我觉得有点问题。应该是伊拉伊迪拉伊，有没有？这个才是我们阿美语的结构好，当然这个可以摆在最后面就是说，如果我来评分的话，就是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最漂亮的包括这个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结构。伊拉，然后什么伊拉伊，然后主词我打黄色的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但不是说现在这个修过烂伊拉固这个。